為展現台南沿海海洋的保育、海域的巡護，甲着漁業資源的復育成果。台南市政府農業局漁工所甲着台南區漁會15號上午特別召開海洋強護和平生機再現的記者會，包括海洋委員會海洋保養署的署長陸小雲、台南市副秘書長殷世熙以及區漁會理事長總幹事攏到場出席。現場嘛首次來公布3月份佇安平外海、和平海域所翕佇的珍貴中華白海豚，顯示海洋保育的成果。白海豚啊！剛才大家看到那個白海豚，那時候玉興傳給我說超開心。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其實會叫媽祖魚嘛，就是大概差不多在這個季節的時候，那剛好那個東北季風比較停緩的時候，就會看到剛才這樣子的那個白色、粉紅色的那個身影在海面上出現。那它的出現其實真的最代表是這一塊的水域或者是這邊的海域是有生機的，所以它才會在這邊。所以大家覺得，說那個剛好跟媽祖生的時間差不多，所以就是帶着這樣子的喜悅跟祝福來的。所以我們會覺得有這樣子的，雖然我覺得開始短短合作的開始，然後就有這麼好可以看到白海豚出現，其實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跟開心。白海豚呢，它在生活的環境是要相當的優質的水質，所以這代表呢，我們的護育、維護以及我們整個海洋的生態呢是非常的好。也感謝我們的漁會啦哈，有這艦隊來做一個巡查護育，然後我們17號也要怎樣，魚苗要放流。所以呢，這也是大家的努力之下，才有這樣的很好的海洋生態。所以也代表了怎樣媽祖魚對我們的祝福，也是媽祖對我們的祝福，也代表大家的用心的展現啦這屆活動除了呈現台南海洋保育、甲着漁業復育的成果，現場嘛展示海洋廢棄物的清除，以及17號將要前往南區的外海辦理魚苗放養的活動。現場嘛有在地漁民所組成的影劇艦隊現身來響應，展現中央、地方甲着漁民共同守護海洋的決心。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